歡迎收睇澳視新聞檔案。由今個月25號起，本澳展開為期3個星期嘅中期人口統計。統計局亦都會喺8月1號開始安排調查員上門收集資料。市民點樣知道自己住嘅單位被抽中？相關嘅統計對澳門發展又有咩重要性？今集近距離對話，我哋好高興邀請到統計暨普查局人口、社會暨就業統計廳廳長楊淑君女士上嚟節目，同我哋傾下㗎。楊廳長你好啊！不如先同我哋講講啦，為期3星期嘅中期人口統計同10年一次嘅人口普查有咩分別呢？咁參考國際慣例啦，澳門每10年咧就會進行一次全面點算嘅人口普查嘅。咁澳門嘅人口規模比較少啦，就容易受到外來嘅因素波動嘅。咁所以會喺2次人口普查中間咧，就會做一次大規模嘅住戶抽樣調查，就即係中期人口嘅。咁樣我哋就可以適時咁樣更新人口嘅資料庫，作為人口估計嘅基準嘅。嗱咁啊，其實今次中期人口統計啦，會抽樣調查全澳幾多個單位咧？又會出動幾多個調查員呢？咁今次中期人口統計咧，我哋係用一個科學嘅抽樣方法，係以大概1/9嘅抽樣比例啦，喺澳門嘅全澳嘅住宅單位入面抽出約26,000個住宅單位去進行資料收集嘅。咁所有喺參考時刻住喺呢啲單位度或者喺呢啲單位度逗留嘅人士咧，都係訪問對象嚟嘅。咁為咗協助資料收集同埋電話訪問啦，咁我哋係公開招募咗560個臨時工作人員去進行資料收集嘅。咁佢哋大部分都係青年學生啦。咁佢哋係事前都係經過一系列嘅職前培訓啦，同埋係通過唔同嘅環節嘅考核，咁確保佢哋係掌握咗一個標準嘅訪問流程，同埋係具備工作職業嘅操守嘅。可唔可以具體再講一講咧？其實佢哋係經歷咗點樣嘅培訓呢？係，咁佢哋會事前係先通過咗一個網上嘅測驗啦。通過咗呢個測驗之後，我哋亦都會有一個面授培訓嘅環節。咁到時喺嗰個培訓嘅階段，我哋亦都會係介紹一啲實務嘅手機操作嘅流程啦。咁會針對一啲困難嘅個案，會再去講解啦。咁通過晒呢啲環節之後，咁先會正式錄用成為我哋嘅臨時工作人員嘅。嗱，咁對於市民嚟講啦，佢哋又係點樣知道自己嘅單位係被抽中，需要提供一啲資料？同埋其實抽中咗係咪又一定要去答個問卷呢？係啊，呢題問得好係。咁咧就係其實我哋已經喺7月22號開始啦，已經陸續向被抽樣選中嘅一啲單位咧係寄發咗通知信㗎啦。咁亦都係呼籲下各位市民去睇睇自己信箱有冇收到有關嘅信件啦，被抽中係要做訪問嘅。咁根據第62號/96號/M 號法令，咁所有被抽中嘅住戶咧，其實都係有一個法定作答嘅一個義務㗎。咁佢哋係必須係喺指定期間入面啦，就向調查員提供所需嘅資料嘅。咁為咗答謝住戶嘅支持啦，咁凡係喺7月25號到8月10號呢段期間喺網上填報問卷嘅住戶咧，咁係可以有機會獲得最高88蚊嘅電子紅包㗎。咁不論任何嘅填報方式啦，所有完成問卷嘅住戶都會自動進入合作住戶大抽獎，係有機會獲得100蚊嘅電子紅包嘅。咁換言之啦，網上填報係有雙重一個抽獎機會㗎。咁今次中期人口統計啦，其實主要係想收集邊方面嘅數據咧？嗱，咁呢啲嘅數據對特區政府未來施政又或者公共服務規劃上面有啲咩作用咧？中期人口統計咧就收集各方面嘅關於人口方面嘅資料啦，就包括人口嘅數量啦、性別啦、出生年月啊、教育程度啊、就業狀況等等嘅社會經濟特徵嘅，以及住戶嘅結構同埋住屋特徵嘅資料嘅。咁呢啲有關嘅數據咧，其實係對特區政府喺規劃政策同埋規劃各項公共服務嘅時候係提供一個科學嘅依據嘅。咁同時啦，對於學術機構做研究啊、私人機構喺釐定業務方針方面咧，都提供一個好重要嘅參考價值嘅。咁啱啱講到啦，喺中期人口統計嘅填報上面啦，咁其實當局有冇提供更加多嘅一啲便捷措施？又例如好似一啲獨居長者啊，或者一啲弱勢嘅社群，可能佢哋唔識得做嘅，咁應該可以點樣呢？為咗方便市民填報問卷啦，咁統計局係提供咗唔同渠道一個填報方式嘅。咁啱啱亦都有提到啦，喺7月25號到8月10號呢段時間啦，咁就可以透過網上面去填報問卷嘅。咁我哋都非常鼓勵住戶係用呢種方式嘅，因為係唔需要受到地域嘅所限啦，可以隨時隨地好便捷咁樣去填報問卷嘅。咁為咗加強資訊安全啦，其實今次我哋係特別加強推
推廣用一戶通去填報問卷嘅。咁市民係可以喺收到通知信嘅時候，就用一戶通掃描通知信上面嘅二維碼，咁進行綁定，咁就可以開始填報㗎啦。咁開通咗問卷之後，市民係有4日嘅填報期嘅。咁最遲咧都係要8月10號就需要完成網上嘅填報嘅。咁如果未有喺網上填報嘅住戶咧，咁就會喺8月1號到8月15號呢段時間啦。咁我哋就會安排調查員上門去收集資料嘅。咁如果我哋上門嘅時候冇遇到住戶啦，咁我哋亦都會放低預約卡。咁市民喺收到預約卡嘅時候，亦都請盡快聯絡我哋嘅人口熱線88098809，預約返一個合適嘅到訪時間嘅。咁統計局啦一直都非常之重視為弱勢嘅團體係提供填報嘅協助嘅，咁係會採用線上便利、線下協作嘅方式，提供多重嘅援助嘅。咁一方面，住戶可以係透過網上進行填報啦，就唔受地域嘅限制，可以便捷又可以安全咁進行填報。咁另外，我哋亦都事前係同好多嘅社團進行溝通啦，咁會為有需要嘅市民呢係提供需要嘅協助嘅。咁除咗啱啱講嘅網上填報同埋係調查員上門收資料之外，住戶有需要都會可以致電我哋嘅熱線88098809係進行電話嘅訪問嘅。嗱，咁其實而家好多詐騙嘅手法層出不窮啦。咁其實我哋唔排除可能有啲嘅犯罪嘅分子可能會利用今次中期人口統計咁進行詐騙嘅。咁其實你哋有咩方法應對呢？係咁，統計局咧一直非常都重視防詐騙嘅一個宣傳工作嘅。咁喺今次中期人口統計方面啦，我哋就同咗司法警察局同埋治安警察局合作，共同就建立咗一個跨部門嘅通報機制，係共同防範出現嘅一啲詐騙嘅個案嘅。咁具體嘅措施就係包括建立咗一個即時嘅通報機制啦。如果發現一啲懷疑嘅個案，係可以透過呢個機制即時係通報警方，係要求協助嘅。咁另外，我哋亦都係透過跨部門嘅合作，係共喺防詐騙嘅工作上面就一齊去努力宣傳嘅。咁喺呢一度提一提各位市民啦。咁統計局咧係會對於被抽樣選中嘅住戶咧，我哋係會事前發出咗通知信俾住戶㗎啦。咁我哋唔會主動向住戶係致電查詢，除非佢係之前係有聯絡過我哋，提供過有關嘅資料啦。咁請緊記係有一不做三不收呢個大原則。咁統計局咧係唔會要求市民轉帳同埋匯款嘅，咁亦都唔會向市民收集關於佢嘅銀行卡資料啦、信用卡資料啦，又或者身份證資料呢3方面嘅。咁係由8月1號開始啦。咁2026中期人口統計嘅調查員呢，就會開始上門收集資料嘅。咁佢哋係會以2人1組嘅方式去收集資料。佢哋會穿着深藍色嘅工作背心啦，佩戴灰色嘅工作袋，以及係出示中期人口統計嘅工作證嘅。咁如果市民係遇到有懷疑嘅情況啦，咁係可以致電88098809呢個熱線去查詢嘅，又或者係可以掃描通知信上面嘅2維碼去查閲翻調查員嘅身份嘅。咁如果一旦有一啲懷疑嘅個案，咁市民咧亦都可以係透過致電司法警察局嘅防詐騙熱線去聯絡翻佢哋嘅。咁楊廳長啱啱都講到啦，除咗防詐騙之外，一啲個人隱私都十分之重要㗎。咁市民又係可以點樣保證到咧自己提供嘅資料，當局係唔會外泄或者用喺其他用途咧？統計局係十分重視個人嘅資料嘅隱私嘅，咁係會從人員管理啦、資訊系統安全同埋數據處理呢3方面係嚴格把關嘅。咁人員管理方面，咁所有聘用嘅臨時工作人員，佢哋事前都係要簽署一份統計保密承諾聲明書，咁係確保佢哋係喺職務嗰段時間所收到嘅資料咧，係唔可以向第三方人士透露嘅。咁而呢個統計保密嘅義務咧係終身性質嘅，咁就唔會因為職務嘅結束而終止嘅。咁喺資訊系統安全方面啦，咁統計局已經係從網路系統監察等方面加強資訊安全嘅。咁另外，受訪者喺填報問卷之前啦，咁佢係需要登入一戶通嘅帳號去填報嘅，又或者佢係需要收一次性嘅認證碼先至可以登入去嗰個帳戶去進行填報嘅。咁而調查員所使用去收集資料嘅手機、平板啦，同埋一個網上填報嘅系統啦，都係會透過一次性，都係會採用加密傳輸技術處理同傳輸嘅。咁確保咧資料咧係唔會被竊取嘅。咁所有數據咧淨係喺儲存喺統計局嘅伺服器入面。咁只有獲授權人士先至可以查閲同埋處理有關資料嘅。
咁另外啦，局方早前亦都同網安中心嗰邊交換咗意見，咁亦都建立咗一個24小時嘅一個聯絡機制，確保有關嘅系統可以安全咁樣順暢咁樣運作嘅。咁喺資料處理方面啦，咁我哋所收集嘅資料咧係淨係可以用喺統計分析嘅用途上面嘅啫。咁喺公佈結果上面，我哋亦都只可以係匯總嘅形式去公佈資料，咁確保市民嘅提供嘅私隱咧係可以獲得充分保障嘅。咁喺呢度提醒市民啦，由於本局就未能確保公共場所嘅一啲電腦嘅安全情況嘅，咁所以就建議市民咧就唔好透過喺公共場所嘅一個電腦度填報資料。咁最後啦，都想問下楊廳長啦，其實人口數據嘅收集喺澳門都做咗好多年啦嚇。咁你認為咧，其實澳門市民對呢一樣嘢嘅認知大概去到咩程度咧，或者個配合程度係點咧？同埋當局其實一直以嚟喺呢一方面嘅宣傳，又可唔可以再講講咧？係啦，咁喺今次嘅2026中期人口嘅宣傳工作上面啦，咁我哋事前咧係做咗一系列嘅工作，包括係去到各大專院校進行講座啦，亦都拜會咗唔同嘅社團啦，以及相關嘅政府部門去交流意見，同埋收集佢哋對於呢個工作嘅一啲意見同埋反饋咁樣嘅。咁我哋睇翻啦，因為其實已經係喺7月25號開始就已經有網上填報㗎啦。咁依家嘅反應咧就係比我哋預期理想啦。咁市民亦都透過一戶通呢個咁便利嘅渠道咧，可以隨時隨地地提供資料嘅。咁我哋亦都見到市民嘅係對於呢個工作係充分合作嘅。係咪初步睇落去都有好多市民係使用一戶通啊？係啊，因為眾所周知啦，一戶通嘅一個滲透率都已經係好高㗎啦。咁亦都係今次喺宣傳上面，我哋都加強咗一戶通嘅一個應用嘅。咁所以我哋見到網上填報翻嚟嘅個案啦，好大部分都係透過一戶通去進行填報嘅。咁喺呢度統計局呼籲各位被抽樣選中參與2026中期人口統計住戶齊支持、齊合作，提供資料，如實填報。你哋嘅每一份回應都係為澳門嘅未來規劃貢獻力量。住戶如果對2026中期人口統計有疑問，亦都可以隨時致電我哋嘅熱線88098809查詢。咁唔該晒楊廳長今日咁詳細同我哋講解啊！嗱，咁人口數據啦，關乎住未來社會政策嘅發展，咁所以市民都可以留意一下有冇收到調查通知信啦，同時配合當局提供資料。